酸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新宏，今仔日阮们来挑战99乘法表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20。挑战成功！耶！大家好，我是陈尤琪，我今日要挑战台语版的99乘法表，我即马开始。31+3、32+6、33+9、34+2、35+5、36+8、37+21、38+24、39+27，挑战成功。大家好，我叫甘明山，华语名叫简明山。我即摆要挑战99乘法表：41+4、42+8、4×32、4×4=16、4×5=20、4×6=24、4×7=28、4×8=32、4×9=36。耶！大家好，我是连佩佩，即摆我来挑战这个99乘法表：51+5、52+10、53+10、5×4=20、5×5=25、5×6=30、5×7=35、5×8=40、5×9=45。耶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眼如，今日我要来挑战99乘法表。好，开始。7+1=7， 7×2=14， 7×3=22， 7×4=28， 7×5=35， 7×6=42， 7×7=49， 7×8=56， 7×9=63。耶！大家好，我是华视新闻主播彭祖杰，我要来挑战99乘法表的91+9、92+18、93+27、94。36、95、45、96、54、97、33、98、72、99、81，好，挑战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华新闻主播林柏坚，我是雷雅，今天我们要挑战99乘法表。你先。23、6、4、2、喂11、11是11炸25、48、32、25、17、哇！咱挑战失败，今仔日就算到这。